江总，行，今天的事算我误会你了，我向你道歉。但是你以后不许再去我家了。我接受你的道歉，不过我不是想要跟你说这件事情。那你想说什么？我要挑战你。你要挑战我，就凭你？就凭我。如果我赢了，你就让我在公司留下来。陆考拉，收起你的歪脑筋，到时间乖乖走人。怎么啊？你怕输啊？不敢比啊？这么拙劣的激将法，但我为什么听了这么不爽啊？那这样，我给你一次机会，程序设计、解决算法、综合测试，你来选。我们不比计算机。那你要比什么？你该不会以为你车技好就能赢我吧？那我们试试。你使诈！谁说不能使诈了？你输了，服不服？好，第一轮算我输了。第一轮3局2胜。你之前怎么没说呀？就跟我没说不能使诈是一样的。你还真的是现学现用啊！那行，第二轮我出题。行，这样很公平。你可别后悔